现代人囝生少，真侪学校考系因为招袂到学生，毋是要收起来，就是要甲做伙。亲像伫咧台中的亚洲大学，就讲要甲外文系、甲幼教系甲做共一个学系，这是引起学生的不满。学校嘛表示，目前暂时未变动，会去继续来讨论。小组会冲击一寡学校进专业招生，也是做校系整编工作。亚洲大学传出要合并外文系甲幼教系，啊，毋过因为并系了后，学生的毕业证书可能会变做幼教系附属原外文系，所以也引起不满。那整并基本上就是看待有双人才的一个教育人员的一个品性、评招的一个方式、教职的一个人力来做一些调整，是用评招的概念。那如果整并的话，是用助理，就是说期末大家先沟通，但是不是取消，就是多沟通，那我们往停招的方向这样。亚洲大学是讲，目前外文甲幼教系班级数是1:2，因为伫要期末啦，会先维持两系运作，未造成伤济影响。未来会持续向停招的方向沟通讨论，若做外文系停招，维持发放外文系毕业证书。除了亚洲大学规划要停招，淡江嘛研究要甲西语甲法语这系整并做欧洲语文学系。文化大学是规划整并英语甲法语这学系变做欧美语文学系，国家中文系取消混作。亚洲大学的办学一向相当的正常了哈，系所的整并那表示说某些系所呢，它的招生呢有一些危机，那这个也是私立大学普遍的一个状况。那不论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去调整，都必须确保学生的权益，还有教学的品质嘛。教育团体表示，事后调整招生无好的这系数，会当选择停招还是整并，啊，毋过爱确保师生的权益，也有教学品质是毋是受影响，来做上届适合的判断。记者综合报道。